请问香氛蜡烛，好，倒一个词台语较侪人讲。哦，香氛蜡烛，因为咱若厝的拢有嘛，像这种香氛蜡烛，是不是拢有芳的味？对，是，我是感觉吼，简单甲讲做芳水。因为咱芳水有当时啊闻起来嘛是真高啊，啊嘛是真芳啊，所以讲我感觉简单就是芳水蜡烛。是啊，我这边吼的讲法叫做气氛蜡烛。哦，嘛是对啦。气氛嘿，你有蜡烛。芳，啊，佮有迄个，就是有迄个蜡烛啊，点起来就是有迄个气对，伊氛。卖就是要伫迄个气氛吼造出来。因为吼，咱照这个字的字面上来解释吼，咱的国语叫做香氛蜡烛嘛，香氛伊强调的已经是这个香味这个意思，所以咱当到台语内底呢，香水蜡烛这应该是较符合。这感觉是香水蜡烛，因为伊用点是用片的，香水直接直接听就知影是啥。一看起来就是蜡烛，啊，当然伊可能有用香水的成分，毋过就是讲，因为咱通常拢讲就是香水就是香水嘛，一罐一罐安尼，嘿，所以就是讲，反正嘛，另外一个思考会当用香味啦、香气啊吼来代替香水嘛是有通啦。